子，这边请。小姑娘是？小女子名叫奈落，是2位贵客此行的师弟。哦，怪不得天字号要10两金子。当然，只有天字号的贵客才有这般待遇。公子，这边请。天字号在3层，房间共有4间，依我穆家的诗句“春雪、零落、彩蝶、飞云”命名。春雪、彩蝶、飞云的客人已经入住，您呢住零落房。我只能送2位到这里了。哦，好。最里面的那间便是零落，这是钥匙。谢谢。谨言慎行。这小姑娘怎么弄得神神秘秘的？彩蝶、春雪。哎呀，飞云。零落。师姐，这天字号的房客都怪得很呢。已经睡着了呀。别怕，师姐在。师姐，这次我保护你，好好睡吧。我去了解一下船上的情况，去就回。这10两金子的房间锁应该结实吧？哎，飞云房住的人很古怪。哼，春雪房这个老者倒耍得不错。小子，好看吗？前辈好手段。试试。不敢，不敢。这小子就是谢开花的徒弟。咱一会儿没什么事儿，船会去。热闹。这船上的街市可真热闹，卖什么的都有。随便看看，喜欢哪个？您随意挑啊，我这都挺好啊。您看看我这扇子做工。当猪锅的包子，猪包子，来尝尝。哎，船会开了，赶紧瞧瞧。走。你要谁呀？好剑法呀！来，我来试试。哦，好啊！哎，准啊！再来。好。公子。奈落，这么巧。整座船上，船会是最热闹的。有空闲时便会来这里帮忙。公子想玩什么，我陪你。最有意思的。请公子随奈落来吧。1两银子1张票。啊！公子来的正巧，正要开局。哦。3位同伴。啊！公子原来喜欢说笑啊。我只带了这些。3个同伴凑什么热闹？来。天字号的客人等同于我穆家的客人，自然进贡。 3个铜板很少吗？这不废话。哼，那我偏要让你看看，3个铜板拔得头彩。公子果然喜欢说笑，
那可要连胜30场哦。各位客人，请选大小。选大就行。选小站右边红色台阶。我压大。小大，之前1场都是开大，这场应该追小。我喜欢。咱买信了，真是个愣头青。要不咱跟他们走吧？走。要不你选哪个？各位，请看转盘。